主播王永和跟先生周秀芬呢结婚17年啊，为了要生囡仔，阿某人行遍台湾各大病院，甚至到泰国、甲美国去找一寡代理印庙，经过8摆试讲2摆人工的受孕，开几千万，犹原无成功。要不两人透过领养听书，经过2年的等待，总算生下做老爸老母啊！华视新闻团队呢采访到王永和，伊嘛真爱伫传2个宝贝查某囝出现伫镜头前。 大家好，我是汪永和，欢迎大家与我们一块儿来请问市长。可能来测的人10个里头有8个是压力大的，可是他说你是超标很多的，就你在压力大的这群人里头，你又算是压力最大的那一群人。那有一次是因为我怀孕，然后我一踮脚之后就觉得肚子怪怪的，那一次我有掉眼泪。 因为那个是一个从期待，就你觉得已经有了，然后到谷底的那种感觉。你尤其多的是那种懊恼，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，会有那种自责。试管要做8次，人工受孕做2次，还有包括中医嘛，那中医当然就更多了，不一定。可是你还有包括你其他的钱啊，比如说像我曾经去泰国去看医生啊，去大陆。 然后或者我们去美国，等等等等的钱，那个钱花起来真的应该有差不多1000万，所以生出来的话真的要千金。47了吧？后来我们到美国去做卵母，是个很年轻的卵母，然后找了一个孕母，然后孕母的身体状况也都很好，那所以成功的几率应该很大哦，这样子。 然后，可是最后就是还是没有成功。那我们真的也不知道，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下去了？既然我自己生不出来，然后我请别人帮忙生也生不出来，那除非你就是不要小孩了。如果你还要小孩，你还有什么选择？你当然就是只有领养这个方法啦。那时候接到出养机构的电话说，哎，有一个小朋友也许是很适合你们的哦。 然后你们愿不愿意考虑看看的时候，那时候接到电话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欣喜，就觉得说哇，太好了，可以有一个小朋友是我们的孩子。妈妈，我其实在他大概1岁多一点的时候，我就有感觉到说，哎，他的眼睛是不是需要注意？ 你知道我想到说，如果今天我没有领养，然后他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完全看不清楚的状况的话，我会觉得我好心疼，好心疼，我会觉得好难过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还好我领养了他，对。Rainbow， 哎，姐姐，下次我们再发叫我告诉你看。对你上次有带我去看 Rainbow， 对不对？ 然后哇，最后有什么？就你一打开门，然后他们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载心载奔，就是那种啊一边跑一边笑，然后很开心的跑来把人家抱住的这样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反正你只要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，所有的辛苦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好，来，一只手给妈妈，一只手给妈妈牵。好，来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用右手拿。 好，那这样子，那阿姨陪在你旁边，可以吗？那我们要不要来唱《摇啊摇》？不要，好。哈，姐姐加油耶！姐姐好棒。姐姐现在真的越来越会玩了。我是当了妈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欣慰这2个字。就你看到小孩子成长，然后你看到他越来越懂事，就会觉得很欣喜安慰那种感觉。你会觉得那个喜悦是更加的。 充盈饱满的，超越一切的。